歡迎收睇今日嘅港股收市總結。我係 Sam， 今日同我一齊傾嘅有黎雅。大家好，我係娜姐。阿姐。今日個市點講好呢？就係唔上唔落嗰種。咁我哋直接入正題，恒生指數今日收報25,396.51點，跌43.66點，跌幅0.07%。咁即係原地踏步啫。可以咁講，成日嘅波幅都好窄，跌0.17%，其實已經係合近平即係乜盤。都冇發生過。我睇住個盤路，成日都係喺25,400附近黐住，上唔到26,000，跌又跌唔穿兩邊都試過， 25,000兩邊都唔成事。呢個就係典型嘅等休息市。冇量冇方向冇人行出講到手。量，我補一句，最近成交都係靠幾隻大股撐住，其他冇人哦。講翻上星期嘅數，恒指一星期累跌0.84%，但恒生科技指數就升0.6%。咁即係大市跌，科技股反而逆市。冇錯，兩條線行緊唔同方向。國企指數就跌0.94%，所以個市其實係分化，唔係漲。咁眼錯邊都好爽㗎喎。我最想講嘅其實係資金流，南向資金上星期淨買入99億6500萬港元，100億喎，唔算細數。但重點唔係個總數，係佢哋買咗啲咩。 AI 嗰堆 MyIMax 一直就食咗49億2000萬淨買入，全場第一，即係接近成半嘅南向資金都倒晒落 AI 呢條線。阿里巴巴呢？阿里淨買入26億8000萬，小米就對2億9800萬。唔係焦點咯。資金好集中，我睇個升幅榜就更加開 ，MyMax 一星期升超過40%，星宏科技升38.94%，潼關黃金升超過35%，黃金金銀股都癲埋一份。金價高企嘛，資金見咩好就追咩，就係最危險嗰肉種。咁我要拍少少冷水，一星期升40%嘅嘢，通常都唔係基本推嘅。呢啲係流動性推嘅，唔係盈利推嘅。而流動性走得好快。但你哋咁講，即係唔好掂，唔好掂，係唔好用長線嘅心態去揸短線嘅嘢。我補一個位，成交金額最大嗰幾隻，阿里384億，騰訊340億，自跑324億，同阿里騰訊排埋一齊喎，呢個先係最值得留意嘅信號。即係話大摩險股已經有做主流，再係玩細價股。好，咁講下後市，黎雅你點睇？短期我睇區間25,000做底，26,000做頂，冇突破嘅理由。之前唔好估頂。我中性偏審慎，個市窄幅，通常之後嘅波幅會一次過爆出嚟。唔係炒概念，資金會繼續留喺度。爆邊個方向就唔知。所以我寧願死住，唔好分身。咁要睇咩信號先？三樣，第一，成交量有冇放大？第二，南向資金會唔會由 AI 擴散去其他板塊？第三，美國嗰邊嘅利率預期，科指同恒指嘅背合仲會唔會延續？如果科指繼續一枝獨秀，咁其實個市好脆弱。一諗就諗成條線。講到咁，我都要收翻啲樂觀。我哋唔係嚟唱好，係嚟講數。總結一句，今日恒指收25,396.51點，跌0.17%，窄幅整固。資金集中喺 AI 同大模型，其他板塊冇乜人嗬。短線有機會，但要控制住碼。等突破，唔好估突破。多謝各位收睇，我哋聽日大家再見。控制住碼啊！